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类嘅节目。第一下是5月吼，大家5月要想去做嘛嘅？大家有閒嘅時間，拜二啊、拜六嘅時可能想去看幼童法。呢邊繞牆頭裏邊嚟啦，大家都分享，用啲來看，去哪會看？除了看幼童法，喺度咧做嘛嘅咧？大家咧分享啲見解裏邊，一開始咧分享嘅係來自啲國立聯合大學嘅文化公共產業學內嘅顧信生分享。好，主持人，電視面前的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顧延水。分享欣賞，好，聽你咧分享嘅係人嚟嘅裏邊哦，未係不得了嘅裏邊對解說非常嘅熟絡，佢係馬莎嘅藍色社冇嘅創辦人，分享呢個我呢個李業慶先生。好，大家好，我係三腳太先生。分享，所以我講三腳太先生咁做得係冇？這是你的一個大家都三腳大家怎麼安尼行啊？嗰種都幾遍嘅時候，大家看到先生嘅時間，三腳太先生我按樣行。冇呀，唔會講李老師。在啲4年嚟做行三腳太嚟了。所以4年看到先生嘅時間，會講三腳太嚟，這樣大家會誤會嗬，會把到係真正嘅三腳太來咧，其實唔係喺先生做嘛。真正今日請歡喜咗哋邀請到兩屆先生嚟到亞片，其有意思嘅係，其實兩位老師係好朋友。做啲啱講嘛？做得，一係同學，同學，高中太好讀書，研究所。基本你看到被知道，好像見到老朋友嘅安樣嘅感覺嘛，會冇？有沒有？就看到啊，就看到係冇？因為因為安樣悶嗬，會擔心嗬，有時候來賓一猶豫的時候，你會覺得其實感情冇親好，唔過冇法度向他來節目地圖。冇啦，那真正係講社會哈。其實今天會特別分享廖茶先生嚟到亞片係真正，因為先生都是苗栗人，對不對？一個喺石潭，一個喺美麗，對，所以根本要同大家嚟分享嘅就係講，香港你會去苗栗遊寮，你會去看幼童法，我們要去哪裡？要怎麼玩？對不對？老師，我現在要考試，如果簡單的2、3句話，你是一個觀光大使的，你覺得你現在可以告訴大家說你們的特色，大家來玩，有很緊張嗎？老師？這樣很好。嘿，做對嘛，做對嘛。3機啊，你做對4機、5機，就是好像說哇，亞公你是觀光大使，你要如何告訴大家說，來亞片遊寮有乜個特色？做對嗎？還是哪個老師要先？這個沒有在腳本裡面，所以現在好像考試錯嘛哈。所以我三腳太欣賞。我先講。按你講。有一間藍色小屋工作室沒有？嘿。同一講，也喺離山最近嘅地方。嘿。民有行喺山度嘅古道3分鐘都走得。好。馬上行呢邊就到森林裡。好棒。可以看到冇共用嘅東西。好。所以台船線離山最近嘅地方。都石潭的新店村，我必須說，苗栗嘅觀光大使說得真好。大家要想看啊，你想看，因為距離山是一種很棒的感覺。你想看啊，馬街梯峰，你可以直接距離山最近，風景最好，藍色小屋，那是一定是個秘境。做得樣講嘛？走得哈。老師準備好嗎？我想吼，人生啊，吼，希望有看幼童法，希望來到苗栗，尤其來到石潭吼。人生出去彩色咧，你冇來過人生係唔怕嘅嗬。嗰個石潭有個地方係當特殊嘅地方，因為全台灣咧西部嘅縣市唯一嘅松樹橋，嚇，如果平均壽命只有到80-90歲，我特別講，你隨便混都80歲啦，唔是講當人生，要係當好嘅地方。哇！我覺得今天的2位觀光大使真的年紀都輕厚，因為離山近嘛，因為暗後嘅環境，估計你看隨便都可以活到80幾，最長壽嘅地方就會按容易，所以其實那個就代表什麼？其實就是環境好。對，太家會講嘛，嘅後山、後水、後年多嘅後年前。老師，我喺排水講，太家會知道好無聊嘛？會嗎？唔會。好，今天我們就是要來突破這個。其實苗栗公司採發有真景有青島嘅景點，不過太家一般上到嘅就係公園嘅時間，做得去採草莓。一般通俗嘅感覺係按樣嘢，其實唔單槍按樣嘢，佢真的有很多的秘境。不過現場還在討論真個秘境之前，太家可以現場都會欣賞帶落一個東西，對不對？你看有風景好看，有東西好食。
所以老师，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仙草的东西？哦，因为呀仙草虽然大家因为讲关西的仙草当有名哈，实际上来讲，你来到石潭，是个石潭的仙草，你就提讲哦，石潭仙草好食哦。比有讲人讲有嗰種嘅道地的味道啦，哈，尤其也有兩件先係件嘅，一件都仙山仙草，一件都石潭仙草，佢完全係用嘅仙草乾啊，用仙草乾去煮，煮差唔多8、9點鐘，嗰個佢結凍以後啊，食到清涼退火啦，錯，一天來食仙草係清好嘅香素，他講你稱號是仙草。對不對？以前我吃到以前嘅石頭，係講你做農事嘅時節，是點心嘅時節都要吃仙草。有啦，因為一般仙草當退火。所以唔過，之前先生講嘅係咪真正嘅仙草？因為也有真正，我們有時候會知道唔係真正嘅仙草。老師是不是有可能嘛？嗬？有哦，佢看到嘅仙草哦，係凍硬嘅啊，係凍硬嘅怎麼做唔對？凍硬嘅唔係嘛？天娘咧咩唔對啊？哦。天娘人講嘅做藥無硬嘅做唔得，個嘟嘟吼，嘟嘟好嘅。唔但係像係樣嘢哦，因為其實其實你講後世嘅仙草，你現在是跟關西在拼，對不對？那後世嘅仙草，唔過是不是有個輕鐵片嘅？糖講還有一個是什麼炸仙草、破嘅仙草？用破嘅。公司採訪係冇試過呢。哦，跟炸仙草吼，嗰仙山仙草研發出來。嗰時候我看到佢哋會說啊，種爸爸，佢用炸嘅雞白刀。炸到嘅都彈到未？就酥爽誒，係，咩嚟叫北到中，最後咩好嘅，係，所以記得嘅炸仙草也別的地方應該，我是別的地方冇看過啦，冇看過，應該係獨家有。獨家，好吃嗎？先生，係咪真特別嘅炸仙草？佢炸出來哦，加地波人啲仙草咪？錯，做嘅面皮係冇咁樣。冇咁過闊嘅，有咁闊嘅啦，係咪將嘅破嘅豆腐咁樣？破豆腐又破豆腐清好食嘛？係啊，唔過仙草一般來講係是甜嘅呢，唔過嘅破嘅仙草、炸嘅仙草係。而家有人用老麥當勞咁樣啦，是嘅講嘅嚇嘅番茄醬。按貼片哦，所以其實。你而家就同大家講，其實呢套機片有好看嘅風景做得好嘛，係有好食嘅東西。其實基本佢帶來就係，唔過還有嘅飯條糖，也係當鐵樹嘅嚇。一般人講飯條糖，因為龍潭有名嚇，但是石潭嘅飯條糖咯，太講冇同樣，假如比較姜麻味道，叫做薑汁花生糖嚇。故所講外國人。有宣傳到我個新加坡嘅人嚇，佢到中正機場，佢坐幾行就去買。佢食完後佢講吼，香港人一聽到是姜麻嗰種嘅產品嚇，新加坡人也當好食。故所佢也講，一種米絲豆配比冇同樣，味咧。一般來講，公司採訪嘅，因為啲嘅節目地度其實少嘅乜嘅苗栗也好，石潭也其實青島嘅，唔過佢哋喺天白談到。做得有姜麻嘅飯條糖，真嘅不有冇感覺嘅香樣，還有呀就青鐵片啊，今日看到有，因為台山縣當講咪，係客家村，客家村咧做想辦法尋到客家嘅元素，將啲地杯就會用客家油嘅元素嚟做出來一道桌遊，是，好，譬如講啊，石潭尋到嘛嘅，我尋到嘅蜜醋。蜜醋有咩？係，好，各位嘅仙山嗰邊有太強，野生嘅太強，好，全部有各位婦人家中年嘅家用嘅太鳳醋，係太鳳醋，其實出現點樣就有啊，係撈都全部都客家元素，各位，而家有移民咩咩？佢原拜龍神，好嘅神作下拜龍神，從做客家人嘅特徵，從都石潭見到，所以老師，你嘅意思係講，大家做得一邊玩桌遊，就搞嘅遊戲嘅時間，同時又做得認識到，譬如菜地嘅特色、老底色。走，哈哈。所以一般按用嘅桌遊，一般來講，你按用嘅設計，係多少人做得強下搞？一般都4-3人搞嘛。哈哈。嗰時我一般我設計諗到4公尺嘅，用4公尺嘅睇下強下搞。4公尺。對，用年糕。哈哈。用年起床用這樣。哦，像以前那個跳格子按用年黑嘛，沒只是在桌面上按用糕。沒用年針。好。
哎呦，迄咩像人家赢对了大地游戏啊，用做咧有地位冲，有地位冲，有爱回去感觉冲嘛。因为像亚妈还经常带落个像迄你翻米个桌游嘛，对不对？好，所以下次你要邀请你的高中同学，这个欣赏看下高中做的啦。哦，做的嘛欣赏。要应该论文啊，发表。啊，还没发表黑嘛？很多人都会下分析表，因为都美丽高中哈，哦，高高中生高高诶，我们高中吃高啊，会吃惯伊，按你来搞文化做得无，你一般桌游董事有搞到文化的东西，懂到就高啊，搞得就无乜嘅东西，啊，以往高学到东西。啊，你知道高中生给你的回馈系乜嘢？哦，高考全部懂听啦，重点我看到佢调哪地步有标地位。客家嘅同事呢邊嘛，譬如講阿們地方有喺師傅嘅同學嘛，講師傅有三則習字亭啲嘛。哦，考試。其實你講有得啲哦，可是做乜嘅一件唔啲。像係習字亭係遊戲地方嗬，啊都對應嘅地方就會倉頡。後面嘅習字亭蛋糕全部都擺倉頡。哇，做到連接啊！好難哦，做清難呢。唔會啦，其實都生活周邊，因為大家冇注意，其實冇。真嘅。大家冇注意，係點出來點點，你點出來，這個就是習字亭。真的，好，欣賞是引入門那樣嘅感覺吼。其實除了安樣好搞嘅東西，還有動到嘅風景，等下去圖大家去看哦。歡迎做啲啦，大家咧了解哦，大家吼可能都動手咯，苗栗啦、試探街邊到底會看嘛該、搞嘛該、食嘛該。我們在前一段節目有講到嘛，鹹臭。其實講到我現在就很想吃，有冇？因為等下去食嘛，我做得耶，因為你呀，迄種像經常講，迄種老闆你會真正會是整件嘅鹹臭，其實冇按改哦，冇按簡單，因為叫煮按久。我先做過去煮哈，一下人講用有得講用粉的啦哈，結粉喺物嘅我哋冇研究唔啲哈，但是你講用鹹醋嘅乾嚟煮嘅哈，佢冇重要。還有你真正去品嘗，你真正去批嘅時間，你做得分辨跟米是係冇共用嘅，那個清的有臭米啦，臭嘅米還清嘅米係感覺係冇共用嘅。你看有後生嘛哈，有很多風景可以看哦，不過也有很多桌遊哈。欣賞剛才講的，我是覺得我可以講出來用，對於後生人來講，我覺得玩的時候很好玩，可是事實上我們就是在玩的高場地度，你同時映射到理解按用嘅底色，我覺得這很棒，是吧，老師？錯，所以我就慢慢的都。譬如講，從客家年來台灣歷史開始講，從明清開始講，嚟家乜嘅狀況，上嚟家有樣嘅，我叫請書師簽名，所以動到特別多同鄉會啦，咁乜嘅謝氏、乜同姓氏嘅全部喺度講啊，全部請書師簽到嘅啊，好歷史按你講到全國客家日停的。安尼歷史就傳到講啊，後尾就介紹食衣住行娛樂，公司採訪，公司採訪，我做學生嘅時間，我真的很討厭歷史。我大把看到個歷史課本上，我搞住唔嘛，你搞住冇變，因為冇變啊，前一張卡片哦，有一張卡片，你看就會寫。老師，你說這邊嗎？啊，前一張本看嘛。我可以自己挑嗎？可以。所以，可是我黑公我挑到11注零，挑到10的，按用做得冇。青菜好，我就挑一種嘛，做得冇。你看下種有冇？嘿，啊，就講是文是草，西本西草啊，對應乜嘅東西？啊，對應鹹香肥醃醬。好難哦。對嘛？唔會啊，鹹香肥就客家菜嘅特色。鹹香肥鹹熊皮。醃醬就是客家人的醬啊，那個蘸料或者在馬路上曬太陽那些菜啊，比如說最近曬的。貴州筍乾，好，每個季節冬天的曬蘿蔔乾、腐菜乾有沒有？其實很簡單啦，沒那麼複雜，只是大家沒有把它連在一起。了解，我知道，老師其實就是把按用嘅歷史文化、食衣住行全部連起來，對，全部。然後用遊戲嘅方式，按用它簡單、它輕鬆嘅方式去學習，不是像我以前一直跟配有冇配書，配到最後就會覺得很痛苦，按用嘅感覺有冇哈？好，這個是桌遊，希望大家有機會我們去找老師，老師可以幫我們用一下嘅大隊遊戲哦，哎呦，做對啦哈。唔過而家真嘢圖大家去聊嘅其實詩壇。
黑公喜茶，我只有1天的时间，黑妹做的有斯坦一日游。有，也享受要攀一斗拜哈，很多人讲轻旅行啦，所以因呢哈，就欢迎全台湾的游客出来来斯坦了。错，跟因的话，太阳安样了哈，那个去个视察较方便，是都你们没有平标。他你看老师很贴心，有没有？停车都先跟你讲了，有吗？你里面要几天都得停车，没有票都得停茶過差唔多9點鐘來到嘅話，嗬，嗌做先帶去老嘅路嘅 ，OK， 路嘅，新店路嘅，也有人講很多斯坦路嘅，錯，有啲因為搞唔錯，佢講。我早晨去斯坦路嘅，我下晝我新店路嘅。其實空調啦哈，要是空調路嘅，因為人講斯坦就講新店，因為加行政中心喺度新店。錯。個斯坦橋哈，他係講斯坦講新店。跟你講了意義嘅話嗬，你行路嘅太陽嘅悠悠嘅看唔嘅條哈，個移民沒有了，個帶去白宮下，個帶去嘅鐘樓古道哈。cái cô lô kia有cái đồng đồ vác cái đồng獎嘅壁畫，也係當流行嘅彩繪啊哈，佢享受一個用資源，我都用欣賞哈，佢畫嘅幾親切。哦，按樣就冇係嘛？有也是先老應該老了路嘅，個主當主哈，佢有加件傳統。一般人開好是個客家菜啦，有，其實客家菜當應該很道地啦哈，因為講都鄉下是客家菜，做下會靠是，買到鹹菜乾，客家人做鹹菜乾，買到也下出嚟貴族筍，哦，都是講唔適宜就會知道，呀，我很甜，哦，配味是唔同，我也係講一個特色，哦，跟你講是包嘅下晝還有時間，有時間，佢還有嘅講學嘅。產嘅，講產嘅嗬，產寶寶嘅嗬，跟台灣也係師傅也唯一咧，圖先生教務卡嗬，跟人做去看嘅產寶寶，可能你講還有時間，還做去嘅豆芽菜，有機嘅哦，都白薯，咩都是他們嘅白薯嗬，加豆芽菜嗬，係當甜當好食，一般人都市面上看到豆芽菜，可能啊，有人講係唔係有標物嘅嗬，會較白色，也係甜鹽嘅。其實你講到當甜當好食，因為公司菜法一般芽菜不是每個人都很喜歡，因為它很深。你點解？伊怎麼講很深？而你失去了佢嘅米絲，同一般嘅長春嘅米絲冇相用。嗰種講清甜、清好食樣嘅感覺。係，估計講，台北最有名做鼎泰豐。佢全台灣看嗬，佢發音都做斯坦嘅味，嚇，即講親合嘅啦。佢做大量嘅菜餚。嗰種也還有條嫩係嘛？條嫩，夾條嫩好食咯。我台灣一個朋友嗬，佢講佢搭擺豆腐卡嗬，叫世界隔壁嘅。特早晨大條嫩啦，外國嘅唔係斯坦水白，唔做啲講斯坦條嫩老娘屋企隔壁嘅有檢查到嚟嗬，其實個斯坦其實講，也係最起碼唔會算係隔壁嘅，我是斯坦嘅。先生，你認同嗎？認同啊，認同是不是？因為講到很厲害有冇？有清甜清好食，嘿講你喝過他們家的豆漿，你再回到家裡別人的豆漿，你就冇法度食，最緊要嘅感覺。錯好。如果拿上一本書咯，哦，你可以第二個就。愛啲啊，生豆漿啊，先生，因為生豆芽菜，生豆芽菜，因為講到挑嫩愛用講啊，因為挑嫩其實有2種，一種係你煮過嘅，一般大家在早餐店食嘅就會煮過嘅挑嫩，如果有青豆嘅挑嫩，其實佢係豆子直接打，對，然後它也可以直接喝。咩人講啦，哈，我嗰先加工，哈，唔講啊，就是人家講嘅意思講，哈，一種係體味哦，浸過水，直接上嘅體味去打係煮過。一定要煮過，因為佢有個鹼性度啦，是個歐力度哦。你冇煮過做唔得哈？嚇，我有試過嘅冇煮過誒。咩冇煮過？佢體味先濕縮啦。濕縮嘅體味嗬，去打煮唔是煮了，直接煮食。這種嘅就係唔講嘅，你咪講係生嘅，其實唔係接受嘅。你看聽老師這樣講，就知道老師不是臭蓋的哦，佢係真金清了嘅哦。
好，从嘛哈，是不是只是背书同大家来分享哦？你可以真营自己本身像导游一样亲自去吃过的哦哈。不过还有最后其实还有像大家讲到的仙草料理啊，还是嘛个炊包啊那些东西，真的也是在地的特色。其迄做个我特别有名的炊包架件哈，其中邱妈妈佢做嗰種你講做實在嘅嗰種嘅炊包，佢冇變樣嘅，佢青島人真好食，尤其遐人當流行食嘅素食哈，這種實在哈，較在地唔會食嘅肉嘅啊，嗰個加鐵色做嘅多呀哈，一般人買炊包係有包豬肉，有包嘛，加馍，加這個全部底部做蘿蔔乾、蘿蔔絲哈，就講很道地客家嘅東西。我咪是無強用，吼，佢無強嘅鐵色錯冇。講到一下真正都妒忌嘅，有安有嘅感覺，有嘛？上一是鹹粥，又上一是炊包嘅。不過其實黑公行長講，你係輕旅行，其實2天也可以，對不對？好，你也是可以在那邊2天1夜的住宿，對不對？所以行長也是不是可以幫我們講一下？2天有不一樣的玩法哦。按你講，我差唔多今年有接嘅大學生實嘅盲旅行，盲旅行就考唔出嚟。我爸都喺清無限嘅盲旅行，盲旅行哦，看唔到嘅地方。來一年哦，幾現在叫都唔掂。錯。出發前佢邊有台嘅，查標本，係，都查標都冇啲啦，冇來咗唔得，前要叫嘅，我都來咗。來吼，而家這個就開始這個上班拜都食堂嘛，因為其他橋都拜嚟煮茶這個嘛，吼，係咧，嗰日撈，當年來家都成閩南水庫啊，閩南水庫撈到食堂撈啊，嗰年那邊就都人會來，都人會睇件事情哦，我哋就一生命都有係咪？係錯啊，好，我哋就比家的附近做2道菜。我自己下廚去搞做2道菜啦，你全部喺家做咁把我咬死2道，所以帶嘢講嘅野菜，比如講我帶一款嚟叫點麵，好叫點麵摘啲類嘅，等下炒落，好，嗰個注意隻糖啊，你邊下自己處理，好，全部你搞到差唔多10包差唔多8點鐘，8點鐘做完啦，啱冇睇哦，有時我注意撈啊，撈下有螢火蟲啊，講螢火蟲。好，嗰個糖貓頭鷹係嘛？你知道貓頭鷹有毒對嗎？錯。將來家要搞下桌遊，係啊，生態桌遊就用食堂的生態文史做出來。先生，你啲貓頭鷹係用嘅係冇？當然點會係嘛？你不要係一下誒。我曾喺睇下你寫集嘅貓頭鷹係。捱啲，你講捱就啲嘅去睇下寫。哦。係咁樣。好。寫嘅。錯。最近也都係咪就也種？另外種就不上下低層的，太嘅，你看，先生，我也沒有在亂講的，黑貓，醫生好了，真勁吼，都按冇頭食點喎，尤其是都冇做緊可能可以咩？不衰冇，不衰難咯，冇天房嘅嘛，減啲拿嘅，真嘅可以盲旅行嘅，哦，佢冇捱。或者這家都遊戲的設計吼，家都有迄帳篷，哦，迄都藍色細部嘅庭院裡邊呀，都準備帳篷比較水落，伊都有細部嘅動靜。係，不過講到了哈，大家就會想講，哇，這個兩你是大概立項有冇按貼片，還有很好貼片，大家先聊下，等下就仲會講。上堂節目啦，大家都講到係到藍色社會吼，我們的線上去盤嘅，你講盲旅行，唔係請無限嘅盲哦，係看唔到嘅盲哦，所以像晚上睡覺搭帳篷，哎用嘅感覺，對不對？好，你都要嚟講多一些啊，因為都等小夫嘅老輩咩，有雨啲嘅煙，其實講多一些，佢對個阿木頭都當貓頭鷹嘅聲音，所以嘛。老師，你按用是要嚇同學吧？係冇唔跌水呢，然後又離得很遠，然後水母嘅時間又會躺到嘅貓頭鷹嘅hình cái sàm kêu cái sàm với係有冇睇先？係冇家到天氣同都精神很好啊，冇乜問題。伊講伊啦，伊做到動貼片的事情。哦。早餐不用喺吊橋上講。嚇？
吊桥蛋糕，早餐片 OK。下吊灯呢，走到吊桥上面是早餐，是早一天的早餐呢。早一天的早餐我都得理解，不过在吊桥上面按用清炖银酱呢，会吗？唔會啊，唔會嘛，好刺激哦。佢當涼啊，做嘅涼嘅食。我記得比較就冇共樣嘅經驗。真嘅，冇共樣嘅體驗。各位食咗早餐吼，係要咩準備上山？好，我先的路我要帶給他上268古道。好，做個小東勢些上游，頭擺去鹹水的路啦。也都帶給他上去。上去個老啊，過去年都不卡食飯，去個古道蛋糕年有搞，請我食飯。哇，好棒哦！各位有做到同我搞嘅事情，譬如講，佢山頭嘅行嘅蛋糕，行嘅生源有冇？有時就看茶咩，有雜架咩？好，有時要斷下天數，從貴族嘅枯掉，可以嚟下來。佢山嚟3期，到山頭嚟，按哩落嚟下啦。因為來我們國家回饋一點咩？來下來比較的，我給佢燒菜用啊。這邊係講你菜啲嘅當季嘅東西。真嘅，我用談下。聽下來嘅感覺真嘅係，除了在地以外，其實真嘅體驗嘅成分很重。你要去理解，有時候就很多都市的小朋友，佢哋青蒿是個吹頭，比如講，唔過佢哋唔啲吹頭在地上，也係在樹上。老師，這是真的真嘅，因為老師剛剛說嚇，真嘅有青島嘅生意，佢會講佢吹頭迄啲，係按用音嘅吹頭，我覺得真的有可能。所以故說，你從現場講嘅東西，真的你就太敢去體驗。你去搞，你會吃東西，你去搞做啲天數做，怎麼吼？那你看，你還有一些體力的付出，那種學習跟體驗得到的價值係冇共用嘅。冇共，講出來帶吼，有底部有成就一堆情侶。講係有時有到台北，係到台北落擺攤有冇？係就賣桌遊、推廣桌遊㗎。搞到講係吼，搞到台北咩？如果這攤位就請來了。比如講我帶佢搞嘅東西冇共用，同佢辦咧全部都冇辦法。對生意也好，對學生嚟講，佢影響係冇共用嘅。全部太好曬太好曬，太棒了！好，按用嘅真嘅，所以講到我跟老師都想要去體驗的，有沒有？好，可能其實我唔講還會去家住，較麻煩。唔過基本嘅講到其實就是2天1夜，做對像去到像藍色小屋按用很特別的一種旅遊。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旅行唔係種形式啊，我們大家講的食也好，看風景也好，其實很加重要嘅係乜嘅？其實你都得了解到啊，時常講的係歷史也好，文化也好，其實有青島嘅故事。所以我時常講，你去行嘅路嘅，青島你去路嘅就會試東西聽，其實唔大家按樣。比如講有什麼百年雜貨店啊，對不對？台灣一般人也係觀光客來了哈，佢較重視的地方啦哈。因為佢看到嘅種雜貨店，人講嘅百年嘅雜貨店哈，佢唔理解故事嘅話，佢咩唔理解嘛？佢看到這個台灣哈，這個細細間螺絲胎嘅東西哈，因為早期來講，我都冇便利商店，冇乜 7-11嘅哈。最近也見現場有。台灣我哋買東西全部都雜貨店買。古人講我台灣雜貨店吼，天師本相吼，乜嘅偷油秘書，乾脆乜嘅都買啦。相應景紅買樣嘢嘛。對，乜嘅都買吼。因為台灣乾脆會貼撇嘅嚇，雜貨店。因為台灣按像上下冇乜嘅按照專業嘅乾脆店啦，佢冇佢反正人生這個用到東西哈，佢全部都有買。好過台灣人用東西是講較田園的東西哈，古到亞人看到講，做乜講亞小朋友佢冇去個雜貨店買，佢可能聽落啦呢，嗰個佢尋唔到嘅東西哈，佢係好去嗰個便利商店。係，唔過真正而看嘅雜貨店，而出嚟做嚟看到佢係青樓嘅建築，唔過就係時常講嘅，佢講有小記，唔再了解佢嘅歷史、佢嘅文化，佢講有導覽按樣就較好，就按樣嘅感覺，錯冇嗬？比如像乜嘅係唔係有乜嘅馬街故事啲嘅，平常也是親身經歷，對不對？咩佢頭髮當做以前，當然講佢馬街一隻佢來傳教家下嗬，我都是盲出世啦，我都盲出世，但是佢來都斯坦，佢家佢係講做啲老人綁牙齒，
我想头摆迄牙齿吼，迄个吞牙应该是当艰苦吼。像我哋头摆我细细迄讲我绑牙齿，我绑牙齿啊，我抱住我用线的ทัก灯ทัก到门吼，然後門一夾起啊吼，cái牙齒都綁起來。你媽媽咩按用型啊？係啊，佢頭擺綁牙齒冇錯嘅，係講有醫生啊，哦，坐到頂上吼，用機器人綁，頭擺冇完全就是用嘅人講老人家嗰種嘅方式。係，哦，嗰個講佢都有高頭，一當鐵樹，應該客家人吼。一般來講，對高飛來講較無接觸啦，吼，佢較多嘅就係一般嚟講嘅道教啦、佛教啦，吼。但是牙齒潭新店嘅地方有高頭，係你馬嘅佢台灣人去傳教家下開始，吼，實地都一下，親有歷史。所以先生你是不是也會去那邊？聽說你會去換鉛筆啊？佢台灣來傳教家其實講台灣講做涼米啦、或麵粉啦，吼，啊，但是佢要固定啊，小朋友一定要配個聖經啊，吼，啊，記住講配一節，吼，配一段。就不會以眼之別，好，冇不會以眼別，好，佢唔定係配人夾啊，你啊，我10分鐘係配一段哈，記住講，啊，咱做唔得，我配3段哈，等伊記眼別哈，嗰個我特定專業配㗎半點鐘，要配3段啊，叫家人講，基本上都一記天哈，配10段咩做唔得，貼到誒，基本上來多咗哈，強嘅人來，哈，強嘅人來配，因為劉導演配較慢啊，哦，配英語就配唔出哈。嗰種而家亞洲係故事，有冇？係講你去到一個地方，做得去有了解世界主體啊，大家講下講到嘅東西，你做得有了解安樣嘅故事，個心情就會冇相同，你得到嘅東西就會不一樣，感受就冇相同。係，你係安樣嘅感覺。不過其實唔單止安樣，現場那天剛才講到2天1夜的這種安永嘅盲旅行，其實為什麼？因為現場其實還有一個東西我們還沒有介紹，還買的東西就是很特別啊！因為看到嘅時間有一些核桃，就像講cái vòng有糊有長嘅東西，係乜嘅東西？你時常帶來嘅？係帶來。其實安尼講哦，cái vòng嘅吼係柳橙嘅花。柳橙花，炒，中間咩吼？柳橙花得到叫一啲狀態，得到嘅唔會太啊，養分得到，養分本得噶，其實唔會太，叫疏花。疏花下來就叫佢用得咪得得了咩？佢用法摘下來，就乾燥。因為橙花可以泡茶，是可以泡茶。好，跟你嘅有金融者同佢聊天講。就將泡茶，有講嘅價格就來唔高咩？有講佢用啲變化出來，新嘅方法來用橙花，好，然後就拿來吃，好，然後我吃啦冇，以前是橙花，係真嘅做嚟食嘿，做得啦。你睇唔係泡茶咩？啲有機嘅食得。其實食藥也唔係嘛，個輕困難嘅事情嘛，錯嘛。選擇橙花誒，黃色嘅啦，黃色嘅顏色。時常講嘅係安樣嘅橙花，錯嘛？可以用下食啦，橙花加巧克力。不過其實也係橙花，對不對？老師，我要一起，還是我可以一步？你要不要一步一步來？也可以，體驗一下，很香，很好看。好，來先聞一下。它很清香，直接咬。好香哦！口齒清香，你可以咬咬看。老師，你迄個喜歡食港誒，冇港誒，或是你就批一下，就喜歡食港誒，這樣講。安樣嘅心情誒，好，來試看看呐。會清香的感覺，很好看。咬到後面會香香的，好香哦，真的。可是單吃這個是不是覺得味道不夠？唔大啦，就較無聊啦。就有點香香的這樣子，很無聊，對不對？對，沒有滿足感。好，像你橙花加一顆巧克力，嘿，這靠克力嘛，就加不用落去，再不用加橙花，用哈色，用哈。這真的是形象分明哎！我們在節目最後，你看吃一下哎。你按你可以讓更多人了解那東西，真的很好。是先生，你剛剛講鹹蔥肉誒，清，唔講乜嘅？挑你清甜清嘛？剛才我同你講，要真嘅，你等下試一下誒。哇！還有第3種哦，還有哦，唔講，係接落來。旁邊嘅綠色有冇？嘅酸藤，酸呢？也搞一啲嘅呢，就3種搞得通啊！一拼咗，拎咗。哎呦，我不知道，哎呦，就是本龍有冇？你拿個鴨嘅漢堡，唔講嗬。真嘅，你看係咩青菜，節目度咧嚇，然後大家可以講，我做認同咧。所以節目度咧，其實
先动感谢勇敢线上咧度聊片，然后大家咧见面，分享很有意思嘅东西吼。还有15日绕墙线上咧讲很好有意思，你讲咧讲骨头聊件事情，所以先到大家先谢谢老师，张罗了。请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咧，嚟做埋嚟做认同咧。